伫咧花莲的吉兰乡有6户门口头前的路墙围起来，袂当出入。这居民是指控讲，这条路是确实有去占到私人地，是原本的地主因为债务的问题，土地才会去拍袂起。即马新地主来，所以讲爱出3倍价销来甲买回去，这实在是有无合理。花莲吉安乡的福兴一家有住6户，不过这6户的门口出去用围篱围起来。虽然有老60公分会当行，不过车拢无法度出入。带头施工的人讲，伊是新的地主，这条车路是私人的土地，已经互法院拍卖。他们的诉求，土地的部分就是希望他们屋主可以去取得购回。好，那因为它本身他们是属于标道的这个计划道路的用地，他们合理的价位的部分要卖到大概将近60万。这里的公告地价是24100元每平方的部分。这个土地争议主要是这6户门口头前的车路是私人的土地，虽然政府有规划做车路，不过煞一直也未停收。结果原地的地主因为债务的关系，土地去互法院拍卖，住户甲新的地主协商买卖，煞因为介绍讲袂好势，无强势，才去互封路。不过安尼家己封路，敢有违法，嘛引起争议。先决的条件，他们是私有土地没有错，但是这是已经是一个继承的道路，他们也是在钻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啦，故意在这围篱当中也留一个人行的通道。我想这个大家都要诉诸法律的情形之下，我想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，是不是这个有这个消防通道的疑虑？新的地主是真低调，无愿意受访。敢若讲，伊是透过法院拍卖买到这个土地，一切拢有合法。嘛强调住户其实嘛知影，因家门口头前的土地是私人的，法院拍卖的时阵煞无参与。若这个土地到底是做私人用，也是做车路，会当由法院来判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